大家有冇試過花咗好長時間寫咗一大段問題去問 AI， 點知佢俾嘅答案完全唔係你想要嘅嘢？寫得越長，用嘅時間越多，最後換嚟嘅仍然係一啲垃圾嘅回覆。No! 有時真係會諗，如果一開始就自己做，咪更加快？其實問題就係出現喺你個 prompt 太長太亂，令到 AI 捉唔到重點。我哋真正需要嘅唔係字數，而係一個精準嘅觸發點。有時只需要一個關鍵字就可以令到 AI 回覆嘅準確度顯著咁上升。今日我哋幫大家精選咗7個經過實測保證有用嘅神奇 prompt， 我哋將會以排行榜嘅形式由第7位同大家逐一介紹。今日分享嘅技術係通用嘅，無論係 ChatGPT、Gemini 定係 Claude 全部都適用。我哋即刻由第7位開始。第7位就係要求 AI 選擇合適嘅寫作框架，並且跟住嚟寫啦。呢招厲害之處，你等於將成篇文章嘅骨架同埋邏輯主導權完全交託俾 AI， 無論寫 blog、proposal 定係 email 都可以幫到手嘅。好多人叫 AI 寫嘢都只係講一個目標，例如幫我寫一篇 blog 去介紹呢個咖啡機。AI 係 gen 到啲字俾你嘅，但係讀落去硬係好普通、好悶，好似教科書咁，完全感動唔到人。因為你冇俾一個結構佢 ，AI 就只會選擇一個最平庸嘅方式去排版。商務上想要說服人，亦都有好多經典嘅框架嘅，例如先講結論嘅 PREP 法則或者 AIDA 法則。如果每次寫文我哋都要自己諗用邊個，淨係諗結構都已經冇咗一大截時間啦。只要你用咗呢句 prompt，AI 就會喺佢龐大嘅知識庫入邊自動揀一個最啱呢一個主題嘅框架。我哋實際試下，叫 AI 寫一篇推薦啱新婚家庭用嘅咖啡機。普通嘅問法 AI 就只會將一個普通嘅 spec 清單，但係加咗呢句 prompt，AI 就會自動選擇 AIDA 法則寫出 Attention， 一杯咖啡就可以令你嘅早晨充滿置身 cafe 嘅奢華感。Interest， 只要倒入咖啡豆一撳掣就搞掂。Desire， 當你每日嘅生活日常都變成一個充滿儀式感嘅美事。Action， 即刻升級你嘅日常生活啦！成件事係咪即刻變到好有故事性、好吸引呢？呢個提示詞幫你將諗結構嘅時間變成0，工作效率絕對係 double。第6位嘅提示詞就係用通用嘅格式去概括乜嘢乜嘢。呢招最啱用嚟就係將你腦入邊一啲好抽象、好模糊嘅諗法，1秒變成有得跟住執行嘅實際計劃，好似商務上面嘅 SOW 咁樣。當你指定咗呢種嚴格嘅格式，你等於強迫 AI 切換成一個注重現實、手腳利落嘅 Project Manager。AI 一收到指令，佢就會強制將你模糊嘅 idea 拆解成4個核心元素：實際成果、timeline、分工同埋邊啲嘢係 out of scope 嘅。例如我隨便寫一句，為咗提升效率，公司想引入生成式嘅 AI。平時 AI 就只會俾一啲大道理，但係指定咗呢個格式之後，你可以睇下 AI 即刻幫我規劃咗一個為期3至4個月，由 Phase 1寫到 Phase 5嘅詳細 timeline 啦。最正嘅係佢連 out of scope 嘅都幫我列埋，例如我哋係唔會進行一啲大規模嘅系統開發，一早就幫我劃清楚條界，防止個 project 越走越偏。如果你個腦成日都係好混亂，唔識點樣落指令嘅話，呢句 prompt 你一定要代揾啦。第5位係關於風險管理嘅字眼，如果相信度低，請唔好夾硬回答，請講我唔知。喺工作上面用 AI 呢句絕對係必加嘅安全裝置，因為佢可以有效咁阻止 AI 扮代表講大話，即係所謂嘅幻覺。AI 嘅底層邏輯係根據機率去串聯字詞，所以就算佢根本冇呢個資料，佢都會生出一個好似好有道理嘅大話。如果你一個唔小心信咗，直接喺 meeting 上面匯報，後果真係不堪設想。第4位叫做針對呢個結論，請深入咁追問3次點解。只要你加上呢句 ，AI 就會被逼層層咁剝開佢嘅表象，直到問題嘅核心。例如你問 AI 點解網店購物車嘅放棄率突然間升咗，點算好？普通嘅問法 AI 就只會好巷咁叫你優化個界面。但係當你啟動咗呢個連續3次問 why 嘅功能呢，我哋可以睇下咯。第一次點解？因為用 AI 買嘢嘅客呢，喺付款嗰步係卡死咗嘅。咁呢個 Y 咧就已經係鎖定咗特定嘅環節啦。第2次 Y 因為上個月更新咗個系統，導致某一啲嘅手機瀏覽器付款出錯，而呢個 Y 咧就係幫你揾到一個技術嘅問題。第3次 Y 因為改咗付款方式嗰陣冇做到跨瀏覽器嘅相容性測試。第3次 Y 咧就直接幫你畫出咗佢嘅 root cause 啦。本嚟只係隨口問句 ，AI 竟然可以自己變身成為一個資深嘅商業顧問，幫你揾出最底層嘅漏洞。
如果你成日都覺得 AI 俾嘅建議係好膚淺，請你即刻加入呢句 prompt 啦。喺進入頭3名之前，如果你想提升你 AI 嘅技術去到開掛嘅級別嘅話，記得點擊我哋資訊欄嘅連結，去拎我幫大家準備嘅提示詞終極指南。我哋即刻睇埋前3名。第3名嘅 prompt 咧就係請建立最適合呢個任務嘅提示詞。呢招咧簡直就係用魔法對付魔法，即係叫 AI 自己幫你寫 prompt。好多人想叫 AI 處理一啲複雜嘅工作，但往往就係卡喺自己唔識得點樣落 order。例如你想叫 AI 去分析你競爭對手嘅網站，你拗炮頭可能都只係寫得出幫我分析對手個網。呢個時候你只需要同 AI 講，我想做乜嘢任務，請幫我建立一個最適合呢個任務嘅 prompt 結構。AI 就會自動調翻轉幫你度身訂做一套包埋角色設定、限制條件同埋輸出格式嘅高級 prompt template 啦。之後你只需要 copy and paste 俾翻佢就搞掂啦，完全唔使用腦就可以1秒攞到大師級嘅成果。第2名嘅 prompt 就係請以評審員嘅身份對上述回答進行批評並且打分，滿分為100，然後俾出一個滿分100分嘅修正版回答。呢招係提升 AI 輸出嘅答案最快最有效嘅方法。睇完 AI 俾嘅答案，心諗好似差咁啲嘢，大概係得60分嘅合格水平，但係同 AI 講詳細啲或者好啲呢啲字眼呢，太難捉摸啦，所以不如我哋直接叫 AI 做自己嘅魔鬼評審。例如叫 AI 幫手 draft 一份系統死機向客戶道歉嘅 email， 普通將出嚟嘅 email 呢好工整，但係冷冰冰，但係加上呢句 prompt 之後呢， AI 嘅人設就會即刻變咗，佢會好嚴厲咁樣去批評自己呢封信係冇誠意、太傲慢，我只會俾65分。鬧完自己之後 ，AI 就會即刻自我進化，將一個滿分為100分嘅修正版，語氣就會變到非常之誠懇、深刻道歉之餘呢，仲要主動列埋具體嘅賠償方案同埋未來嘅防範措施。喺日常工作入面，呢句 prompt 都係超級實用嘅。最後第1名嘅 prompt 就係互動反轉。如果為咗完成任務有啲咩資訊不足嘅話，請唔好用估嘅，請直接向我提問。傳統嘅模式咧係單向嘅，我哋問 AI 答，而呢一個 prompt 咧直接係將主導權倒翻轉，俾咗 AI 主動向人類發問嘅權力。我哋成日落指令嗰陣，連自己都未諗清楚背景資料。例如你同 AI 講公司下個月想 revamp 個網站，請幫我寫一份 proposal。平時 AI 咧就會自己 brainstorm 去估你嘅預算同埋目的，但係只要你加上第1名呢一句 prompt，AI 就會好似一個頂級嘅諮詢顧問咁樣，列一個 checklist 向你發問。為咗度身訂造完美嘅計劃，請回答我：第1，預算同埋 timeline； 第2，現有嘅網站最大嘅痛點係咩？第3，期待更新之後達到啲咩嘅目標？未決定嘅部分你可以直接話俾我知。你睇，我哋其實一開始係唔需要完美嘅，你只需要拋出一個模糊嘅諗法，然後舒舒服服咁樣坐喺度回答 AI 幫你整理好嘅填空題。呢個做法徹底避免咗 AI 會因為估下而生出嚟嘅一大堆廢話，非常之有效。今日就同大家分享咗呢7個嘅神奇 prompt， 只要你由今日開始養成習慣，每次同 AI 講嘢嘅時候都加上呢幾句 prompt， 你用 AI 嘅功力一定會大大提升。想攞翻今條影片入邊所有嘅 prompt 嘅話，記得去資訊欄嘅連結免費下載指南啦。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係幫到你嘅話，記得 like、subscribe and share。我哋下條影片再見。